过来这件是有民众伫咧桃园的滨高道看到一个特殊的景象，两台火车，这个火车头相拄，就停伫咧滨高道，这是引起着大家讨论，无非是两台火车离共一个铁基路差一点小路。不过其实这两台火车是伫无共的铁基路顶，之所以这个车头会来对车头，甲这代替的新政策有关系。滨高道顶两台列车车头对车头，互人叫是伫咧共一条铁基路顶讲耍笑讲，敢是要订高机？影片铺上网引发着讨论，有人闹话讲是伫咧共一条铁基路才害我迟到，嘛有人背货是无共条，安那停车成为代替的上新政策。滨高道的警示声开始弹，大家拢乖乖等。代替伫9月有新的规定，列车若拄着滨高道障碍物的警示，原本是司机员来通知车长，显示出发的信号。即马改做通知行控中心，确定拢无物件、无障碍，才来下行车命令。我觉得值得啦，因为这个对所有的乘客、旅客的生命安全其实还蛮重要的啦。那延误2-3分钟。3-5分钟，其实我觉得值得。安全第一，停车才搁开。根据了解，当时的列车延前2分钟。代替虽然是为着安全有新的机制，不过这两台列车相对上的画面嘛引发着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